歡迎大家今日出席慶祝 Just Go 振金店海港城分店嘅開幕典禮。好開心我哋能夠進駐潮流集中地海港城。你哋嘅掌聲有請好靚嘅周麗婷 Nikki。呢一套最新嘅 design，你覺得係點樣咧？首先綠色係我嘅 lucky colour，所以我係好中意，係咯，咁同埋孔雀石呢個石都幾特別嘅，有一啲正能量，係啊，咁我都好需要正能量，咁所以我覺得好啱我咯，因為我中意綠色嘅嘢，係啊，見到咦綠色我好開心。1、2、3，拉出嚟睇下 ，Thank you and congratulations！